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8月初6。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0篇，撒母耳下卷14章25到33节，加拉太书第6章第1节到第10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分担重担。用英语来讲是 doing good for all。足侪人足爱用英语来讲即个 good 就是讲 God 加上零等于 good。安尼讲法其实是咧强调人必须爱谦卑，看无家己就是迄个零zero。才会当甲上帝 God 变成做一个 good 加一个零伫迄个内底。虽然真正英语毋是安尼了解，毋是安尼解说啦不过呢，即个讲法会通帮助基督徒伫信仰顶悬做一个真好的反省甲思考。伫咱昨咧分享保罗互罗马教会的信息的内面，咱讲到迄个无求满足家己即个主题。咱必须爱会当成做别人的帮衬亲像保罗的教导，伊讲，咱信心坚强的人应该帮衬信心软弱的人，分担因的重担，无求满足家己。咱每一个人爱成做其他信徒的利益来设想，来建立共同的信心的生活。因为基督并无求满足家己，反倒当是亲像圣经伫讲，落迷你的人的落迷已经拢落伫我的身上，这是耶稣基督的做法。伫信心的顶悬，伫生活的顶悬，伫能力的顶悬，比较较富有，也是讲较有的人，应该爱分担软弱的人的重担。伫基督徒必须爱为着其他的人的利益来设想，建立共同的信心的生活。强的人应该分担弱者的需要，这就是听的功课。对伫软弱的人，也应该爱有帮衬的智慧来帮衬因，袂当排斥因，也袂当互安尼的人养成即种依赖的习惯。伫昨呢，教会来一个自称做经圣人的人，伫遐讲真长的时间咧，讲着伊家己的生活啦、信仰啦、工作啦，甚至上落尾当然讲着伊事业啦当然最后伊的目的就是要来借钱。亲像咱昨讲着的角度，咱伊嘛保证啦讲伊将来若有工作了，就要好好来报答上帝安尼啦伫过去的牧会的经历的中间，也时常拄着即种的情形。原则上呢，咱必须爱去帮衬人，这是正确的这是一定的啦但是伫即个帮衬人的中间，咱有一寡原则，比如讲，若拄着一寡人来讲我巴肚枵，你互我一寡钱。若欠这啉食的人，咱会当提供伊食物。咱甚至要互伊提供伊食物，或者是讲带伊去食物件，先退付钱。若有人讲伊着欠车资因厝偌远啦即摆身躯边拢无钱啦阮过去的经验就是带伊去买票，并且交代即个卖票的人袂当互即个人退票若准讲即个人真正着干那要现金尔定咱嘛感觉讲无互伊怪怪安尼咱袂互伊真悬的金额，但是会要求伊帮衬教会，检测是摒扫即个埕的。也是讲伫树边遮围墙仔边遮野草去慢慢的检采半点钟、1点钟，然后就即个甲即个钱呢当做是伊
着磨所应该得的即个金额来互伊。其实安尼做法是讲，咱茫真正帮赞伫迄个真正需要的人，咱无茫来帮赞遐个养生安尼凊彩着伸手要共讨物件、讨钱的即种歹习惯的人。这个作为是用好来做目标、做原则。咱无拒绝人，但是咱嘛无要养成迄种歹的习惯，吼。特别往对押沙龙的态度，就是原谅，就是接纳，吼，用即种疼的态度，甚至伊对杀伊的扫罗王，伊嘛共一款，伊看重迄个上帝，吼，看重上帝。虽然伊有机会伫扫罗王咧困的时阵会当取伊的性命，但是因为着上帝的关系，大必无趁扫罗咧困的时来下毒手。保罗咧加纳太遮个正教会的会友遮个兄弟姊妹，咧讲的话真清楚伊伫遐来劝勉因，伊安尼讲兄弟姊妹若有人偶然犯着错，恁遮个属灵人都爱用温和甲的方法来纠正伊，家己嘛着小心，免得受着引诱。一位基督徒因为上帝的缘故，劝勉错误的兄弟姊妹是应该的。因为上帝的原因，饶啥人的过犯嘛是应该的。或是咱讲社会上教导人讲吼，你着爱吼有理，你着爱争到底啦吼，也是讲你无饶啥人，即种的吼，其实甲圣经的原则是互相违背的吼。圣经教导咱伫听内底爱互相劝勉饶赦，因为咱嘛有可能犯毋着，所以保罗嘛劝勉讲，遮个人着爱家己警醒。伊讲恁着爱彼此分担即个重担，这就是成全基督的命令。这已经真清楚啊，吼。第三节佫讲，一无所有的人着佫掠做即个家己真了不起的人吼，只有欺骗家己尔定啦吼。每一个人拢应该爱有审查家己的行为，若阵有好的行为，伊着爱欢喜。若无需要甲别人伫迄个所在来安尼比较吼，虽然是安尼，就是讲，咱嘛需要有智慧来明辨这个是非，吼，咱爱有即种的能力甲立场啦吼。像头前所讲的，咱无应当互遐个调故意要做歹的人，掠做基督徒吼，是安尼真好欺负的啦吼。保罗嘛会勉励讲，每一个人应该爱担负家己的担，这就已经真清楚啊。咱袂当养成迄种歹的习惯，咱互伊会当靠着家己的气力来趁食，这是一个原则，一个方向，咱来帮助伊吼。所以保罗伊也佫继续伫经文内底咧劝勉基督徒，伊讲伫迄个基督的正道顶悬受教导的人，应该甲教导伊的老师分享一切美好的物件。这就真清楚，就是家己嘛爱付出一份的心力。第7节伊佫讲哈，恁毋通自欺啦吼，嘛毋通骗上帝吼。一个人种什么就收什么吼。伊若为了满足家己的情欲来野种的，就伫情欲顶悬来死亡。若为着得到圣神的欢喜来野种的，伫圣神就要来受永远的活命。所以咱行好毋通累志，咱袂当灰心丧志吼。着爱伫即个时阵到的时阵，咱就会当有收成啦吼。因此，无论什么时阵，只要有机会，就应该伫即个公众做利益的代志，伫迄个所在，伫信仰顶悬工作，伫即个一个家庭，佫较应该是安尼。